咁點解我哋會話比特幣係一場革命呢？比特幣革命性嘅地方就係唔係佢升幾多，唔係你賺幾多錢，而係佢重新定義咗信任同埋自由係一回咩事。以前你要交稅啦、買樓啦、儲錢啦，全部都係靠同一個制度去運作。你相信銀行唔會冧，你相信政府唔會貶值你嘅錢，用相信會有聽日。但比特幣出現咧，就話俾你知，你可以唔需要信任何人，你可以相信信學，你可以相信 code，條件一寫好咧就唔會改變，唔會走數，唔會偏袒。咁傳統貨幣，政府一印錢咧，你手上嘅錢就會冇咁值錢噶啦。你儲咗10年，其實買到嘅嘢就會越嚟越少。但比特幣有咩唔同啊？供應上限咧得2100萬粒，唔會有第2100萬零一粒出現。即係話你今日儲嘅錢，10年後咧都唔會俾人大亂。全球其實超過10億人冇銀行戶口，但係佢哋有電話、有網絡就可以用 Bitcoin，冇身份證、冇地址，唔使佢哋批准，人人都可以用。無論你喺邊度，無論你喺非洲、你喺香港、你喺美國、你喺歐洲，只要你想保護自己嘅錢，你就有一個辦法。你喺銀行入面講出一句嘢，你可能你嘅戶口會俾人凍結，喺某啲國家你啲錢會俾人直接封查、直接攞咗。但係比特幣唔同，冇人可以阻止你擁有，或者阻住你轉賬，阻住搶你嘅資產。只要你有自己嘅私詞，你嘅自己嘅 private key，你就真正擁有屬於自己嘅資產。呢種自由係歷史上從來未有咁多人可以接觸到嘅嘢。喺烏克蘭開戰嘅時候，政府就用 Bitcoin 去募捐。咁啊，阿根廷惡性通脹嘅時候，啲人就將工資即刻變晒做 Bitcoin 去保值。所以 Bitcoin 唔係話抽象嘅理論，係真真正正喺度改變世界某啲嘅角落。